2025年4月21日，教宗方濟各安息離世。呢位係真義宗牧養教會嘅領袖，任內接連引爆普救論嘅爭議、拉丁彌撒改革同埋同性婚姻祝福等議題，令到天主教內部嘅傳統派同埋自由派互相纏鬥，足足有12年之久。呢啲爭議都仍未解決。作為基督徒，我哋應該點樣以真理為準繩去慎思明辨呢？信仰嘅根基究竟喺邊度呢？就讓我哋從以上嘅爭議當中，我哋展開討論啦。呢度係信仰日記，係討論基督信仰嘅地方。如果你鍾意呢度，你可以 comment、like and subscribe。我哋依家繼續開始啊！2023年9月13日，喺新加坡有一個跨宗教嘅會議，教宗喺天主教初級學院向住唔同嘅宗教代表宣稱，呢啲唔同嘅宗教代表分別有錫克教徒、伊斯蘭教徒、印度教徒等等。教宗向佢哋嘅年青人宣稱話，唔同嘅宗教就好似唔同嘅方言，天主係萬民之父，所以所有嘅信仰都係通往天主嘅道路。呢一番嘅言論有普救論嘅論調，而普救論嘅論調隨即引發天主教內部傳統派同自由派有激烈嘅爭辯。傳統派引天主教教理嚴正駁斥，認為基督係救恩嘅唯一中保，教會係佢救贖工程不可或缺嘅聖事。自由派則反對傳統派嘅講法，佢哋認為保守派嘅言論係阻礙到世界嘅合一。佢哋認為教宗呢一番嘅言論係拆毀到中間間斷嘅牆，喺多元嘅見證中顯明上主普世嘅恩典。呢一場嘅爭論其實係觸及到基督教嘅核心救恩論。究竟基督係咪唯一救贖嘅道路呢？呢場嘅爭議喺教宗安息都仍未能夠平復。除咗救恩論嘅爭議，天主教教宗同樣要面對住彌撒改革嘅議題。喺2021年7月16日，教宗方濟各頒布咗傳統守護者手諭，堪稱禮儀改革嘅核彈。教宗提出3點：第一，限制拉丁彌撒，需要主教特批先至可以舉行；第二，天主教會強制採用當地嘅本土語言進行講道、讀經；第三，禁止新設傳統禮儀堂區。傳統派認為教宗係背棄咗特利滕大公會議嘅精神。呢場新舊之爭更加延伸到領聖餐嘅時候嘅細節。如果大家有興趣探討一下領聖餐嘅細節，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啊，有機會再拍片同大家分享。傳統派認為新嘅彌撒禮儀係有違教會嘅傳統，教宗去唔再允許舊禮嘅擴張，反而係扼殺咗舊禮舉行，而全面推行新禮。教宗咁樣做係無視聖傳。反觀自由派，佢哋係興高采烈，認為推行新禮能夠結束禮儀嘅分裂，促進到教會嘅合一。舊禮同新禮嘅爭論反映天主教內部深層嘅神學張力。禮儀應該作為不變傳統嘅守護，抑或係要因時制宜，作為一個福傳嘅工具呢？除咗普救論同埋禮儀之爭，教宗同樣面對嘅係同性婚姻嘅議題。同性婚姻嘅祝福係體現到教義同現實嘅碰撞。教宗喺過去嘅年間都有劇烈嘅轉變。喺2013年，教宗其實係反對同性婚姻嘅堅實支持者。佢認為同性婚姻嘅結合係背棄咗神聖嘅秩序。
然而喺2020年，教宗又改口話，應該要保障同性婚姻嘅結合權利。喺2020年，教宗卻改口話，應該要保障同性伴侶嘅民事結合權利。喺2023年，佢又准許祝福同性伴侶。自由派主張教宗咁樣做係好嘅，認為教宗咁樣嘅推行能夠踐行基督接納罪人同埋稅吏嘅精神。然而傳統派則駁斥教宗咁樣講係違背咗天主教教理裏面同性戀行為本質錯亂嘅訓導，認為教宗已經違背咗佢嘅神學基礎。雙方辯證都觸及到對教理嘅理解。然而我哋要問，究竟同性婚姻係唔係上主認可嘅婚姻呢？而婚姻嘅本質到底又係啲乜嘢呢？以上3個議題，我哋作為基督徒或者會問，呢啲只不過係天主教會嘅家事，與我哋何干呢？但係我哋同樣作為基督嘅門徒，我哋都應該捫心自問：第一，我哋對崇拜嘅態度係咪正確呢？崇拜係咪就係只係唱詩歌，或者成為咗另一個表現自己嘅演唱會舞台呢？第二，對於聖餐嘅意義，我哋係咪清楚自己做緊嘅係啲乜嘢呢？還是我哋只係流於形式呢？同樣面對住同性婚姻嘅議題，我哋基督徒都唔能夠唔面對。我哋能唔能夠持守真理，坦然去應對質疑呢？呢啲唔單止係天主教會要面對嘅問題，更加係普世教會需要共同面對同回應嘅問題。從以上天主教會內部對於教宗言論嘅反應，其實我哋可以見到，我哋基督徒對於天主教教宗無謬誤呢一句言論，其實存在住認知嘅差異。我哋應該重新思考，同埋認清我哋嘅信仰究竟係信仰緊邊一個。正正教宗更迭之際，我哋應該謹記教會嘅元首係基督。我哋作為基督嘅門徒，作為有君尊嘅祭司，作為聖潔嘅國度，我哋更加應該要反省自己，喺主面前省察，求主光照我哋，令到我哋能夠彰顯到基督嘅見證，使基督嘅榮耀喺我哋身上能夠得着彰顯。你對於今期內容有咩睇法啊？歡迎留言分享你嘅意見啦！願我哋喺真道上同歸於一，主內平安。我哋下次見。